继续来到台南市，昨深夜嘛扩大临检，除了酒店、舞厅之外，嘛加码8大地种的行业来实施着限命制。新化警察分局阁特别请志工妈妈举牌啊，来宣导社交距离甲挂喙罨，互人客甲业者拢真有压力。KTV 小食店外口有一个清凉的图，这清洁的志工阿姨平常时袂来遮，为了防疫，举牌啊对警方做伙来宣导。所以到钓虾场举牌啊，徛伫人客后壁，翕来讲大家爱挂喙罨，好这个在场的人客甲业者拢有真大压力。钓沙场可能有复合式的 KTV 在里面，然后也是有一些人在聚集，所以我们也是针对钓虾场做一个社交距离，室内1.5公尺，室外1公尺，然后也请他们戴上口罩。8大特种行业实施实名制，这嘛是台南市警方加码的措施。入场的人拢爱登记姓名甲电话，陪酒的小姐嘛爱验身份。规划连续3天的扩大临检，针对辖内的 KTV、酒吧、小吃部有男女陪侍的场所进行临检查查取缔的工作。卖酒的乡亲认为讲去8大行业消费，大个登记姓名实在真无趣味。室内保持1公尺半嘛真废气，不过非常时期，警方依然是呼吁民众甲业者爱严格落实防疫政策。